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翻書看福起來，阿明姑劉浩明。也今日的天氣吼，因為你的氣球誒，嗰種天時啊吼，開始慢慢的變涼啊。但是變涼以後吼，聽下人綠隊來講啊，我哋每一年最重要的綠隊秋樹季都開始誒。也聽下人平常客家文化研習班的綠隊秋樹季，今年已經第10年了。同時，也第10年裡面有乜個特別的發通，還有也10年有乜個特別的事情，我哋今日有想到係我哋呢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何建良、何主任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也10年都係發生乜事情。同時，今年的重點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主任好。主持人好，我係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何建良。主任，因為開始我哋一開始是提供其實每一年啦，也10年啦。好，我哋咧年代嘅時就都有啲歸重要嘅綠隊秋樹季，吼，睇下開始。但是也10年來吼，其實真的是盼到他個人都啲啦，每啲人都講我哋年代我哋天一做，天一做歸重要，係真是。但是回到我哋也被發通嘅最前面，當初做嘛我想到講，作為啲綠隊嘅秋樹季咯，客家人對。今天下地還有講高秋收成好誒，感謝神明，感謝即當到親戚好友啦，大家大幫開始上用高秋嘅方式來做因為屏東地區、高屏地區都做下主持人講到入秋以後有人較涼爽做安尼個事情呢，得到大家當到嘅大幫像10年來，俺當年攏嘛希望講用一個彩體嘅發通來同大家來分享。也係差唔多第3年開始做嘅，都轉安尼，目前營業7、8年咧，開始嘅欣賞教大家做南業嘅事，大家可能冇感覺講其他嘅作品冇安講，同俺演去曬到個位掛起來曬嘅時，我感覺。該都是一幅對親江嘅風景啦，用安尼嘅方式，其實一年攏希望講大家係唔係來共同來做綠隊共同嘅記憶，因為生態博物館嘅意思嘛係安尼，你到綠隊地區，你有參與乜嘅事情，做下主持人有講到食福宴嘛係大家有想講共同來。感謝大家時，共同用動歡喜的心情，共同來釋福參與，呢種整理出來都看到講，當然有想法，有一年俺嘛做檸檬醋嘅，因為原來做田啦、韭菜啦、果樹咧都當到係檸檬，開始做嘅時都有一個想法講，前人共同做嘅檸檬醋。第一年，個超大家轉來，又想嚟講，跟他就關按太關啦，3年過來可以關，5年過來可以關，兩下還有一關，明年我做咧10年咧，開始想法都係動單純，開始想講，我有人兩個男女朋友共同參與，共同釀檸檬醋。過來到結婚，過來可能恭生日，佢又是得10年轉來，俺都希望有安尼個故事。當然今年俺的想法都講，用安尼個方式，當然做有一件事情，還係綠隊地區當重要的事情，因為高秋還係對以前農業社會來講，一定係要收成嘅。俺都好開始有4分外嘅地。俺對實田開始鑿田嘛，用客家種綠隊地區用腳來鑿田當到農事教育同客家語言、客家文化，還有以前像秀雲先生阿明先生建嘅錄像片嘛拿出來用，俺感覺呢都係一種大家是得共同來講故事。變順後隊有一個。當有名嘅酒廠嘅屏東酒廠，佢其實嘛100年以上嘅文化資產咧，佢講今日米酒係台灣真有名嘅，到差不多2、3年前同俺合作來做料理米酒，
嘛得到當多人來反映哦。今年咱去台北做旅站來推廣演樂隊，因為因得到觀光世界觀光亮點的時，咱去賣個料理米酒吼，啊用咱的志工朋友去用個煮麻油雞酒啊。同學笑着講，大家俺都講有買了樂隊演起的米酒，伊講有買個麻油雞冇？俺講俺冇法度啦，你要帶到很多麻油雞上來，不過個志工朋友加個好料理啦，還有熱忱哦，本人同好印象。啊，對，今年10天開始就從俺姨媽講，俺來做種糯米好冇？種糯米對於客家人來講，嘛有當多事情是在做。第一個是在做，該今年做個甜酒釀啦，甜酒釀。啊，前一波半夜辦的時，延期嘛半夜發通，然後當人幹嘛又生氣又感覺講，自家延期種個米是在來做當好。啊，聽一件事情都係就從講，安尼今年來做糯米酒，哦，是在來啉呢。啊，都大家交流啊，是在共同來感受到講，有辛勤工作，又是在共同生活，還有裡面就是糯米酒。不過今年糯米酒很多新意呢，下個月就會出來。啊，當然是相關要求還是還能用到了到共同來做個事情，俺都來做大糍粑。今年差不多被1000外個人共同用眼眼去種出來的糯米來大糍粑。啊，做下這種表看起來對，當然攏有一些想法。其實俺係希望講，當然來參與嘅朋友，佢攏會想到講，愛托年下嘅時，像主持人講嘅，好甜食好蔬菜來到樂隊同俺做朋友來參與俺嘅手術機。頭東我哋呢做人睇看到10年來嘅時間，我都有印象講，其實睇對台灣嘅歷史來講嘅話，疫情幾年呢，其實對於台灣來講影響幾大，好多事情都掉下來。但是樂隊手術機幾年冇掉，都勇敢。我有看到人數，我嘛算了一下，哇，600年，一種10萬人辦卡60週呢。他們同人講話，今年讓我睇按他個人馬個路點下來的事情，樂隊文化也去堅持做一件事情。當感謝主要講係當做事情係大家有一個目標講，你咧hand喺個過，該是大家心情講，有一束驚，有一束自家保護自家。佢說其實不單止係做安尼事哦，該是俺來劇團吼，人偶劇團，佢嘛去做一條個細小的歌誒吼，啊用客家話來唱，意思講大家愛對自家個衛生啊、安全，自家個保護吼。當做事情都遇到乜個困難，就像以前嘅人安尼，比人嘅環境還較苦啊，佢還要做當多事情。我做下看，我咪強款，我問下同仁講，個年有疫情，還是在做有一年該相關嘅單位有管制，唔得安尼講共同 support 啦，俺都用個野村嘅方式，大家買定嚇。共同一家人來享用樂隊嘅好美食，還有講辦法通嘅時，俺嘛用人數同佢規模縮小一些，不過運氣當好，大家回想起來，好像秋天嘅時又冇按洋蔥，嗰時候俺開始都好講，規定嘅時，俺係按照個用順嘅規定，俺都來做，開始現在想起來吼。當然係咧，心情上會感覺講，大家要相互祝福保護。唔過相關嘅法通去做嘅事，大家係感覺講，嗰時係咪印象眼嘅以前嘅聚會嗬，咪有講，跳起嘛係咧出來行了，最難最因為大好，唔過係學出來跳起，嗰時同化嘅事嘛，反映去土種苗，當然。因自家交潮嘅事嘛，講想起來就像主持人你下共同來回想來講，當多人都係按呢遇到問題用心來面對挑戰啊，較好嘅日來時都也感謝啊，所以你10年來，咱今年嘛用惜福嚇，還有惜福2件事情
來共同感謝講，大家是共下該事該種分享該福氣，還有10年來想象起來嘛無簡單啦吼。這是無簡單。當然10年該鄉區長，還有高雄、屏東該客家事務單位，歷經驗攏共款，都抽出來是相關該單位該首長攏共同來錄講，歡迎大家。高秋又開始了，歡迎來到綠隊客家莊。當然，還有機會的是，我將過來分享講，當年做客家嘅莊嘅行托啦，客家莊嘅相關嘅文化性嘅活動，嘛用安尼嘅方式，讓大家感覺講，當年來攏有不同嘅接觸，有不同嘅生活嘅豐富性。冇錯，冇錯。可是10年來，我哋綠隊客家文化園區唔單止行過自家嘅春秋，同時嘛帶領大家行過下一個10年。休息下喎，下段節目我哋賣過多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上節目我哋客家 B&B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建良何主任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哎呀10年來，我哋綠隊秋樹枝也為一個特色，同時還有幾多好搞好料的地方。睇我哋咧師傅園以前嚇，啞巴變成重頭戲啦。那你講其實我哋文化園區其實睇我哋咧，希望講他個人可以享受到我哋綠隊客家美食以外，其實嘛準備幾多好搞又好料嘅一啲客家文化體驗嘅發通，咁經驗有乜個特別嘅啊？哦，當感謝主持人給我機會啦吼，實在是咧同大家來報告，歷幾年安尼嘅想法啦，本來都係講高手用園區做平台，希望講採取嘅所有嘅鄉區，實際講下來講，研究乜嘅法通，研究乜嘅特色，大家用高手嘅名義共同來做，做出來感覺講，希望講大家是聽落來。故所像2-3年，我參加觀光署嘅觀光亮點，我嘛得到10大體驗活動相關嘅獎項嘅時，我都想到講，嘿，咩大家來同大家分享講，當年嘅11月，麻煩大家莫出國啦，用算係是留到我綠隊，故所咧下5個禮拜，總下排當多好嘅活動，開始想法都係講。用安尼嘅方式開幕式，仲有看到10年來，希望講小家人客家莊、小家人綠隊，好像有一擺畫立馬了掉，嘛係用綠隊嘅產假嘅觀念來做。像今年呢，當然像主持人講嘅，是否底下還會慢慢講。開幕式還是大家大七八，底下俺希望講，嘿咩當多事情，人用是否。共同來到高手還是來到綠隊園區，像俺有一個禮拜都辦文化資產來，俺嘛搶到其他嘅縣市，佢用順去做文化資產嘅載體性嘅推廣，到11月天嘅禮拜還是俺搶到進來共同分享，安尼嘛是在對客家莊相關嘅事情同大家來交流。像前一段時間，俺交流講，因家東嘅。新店做到咧下有新店新機，還有講到講家厝嘅妹，嘛是在帶自家嘅妹進來擺。該種分享嘅是你們感覺講，你實在係無簡單。你對有人咧下綠隊嘅身份咩？以前嘅人當中視，咧下人又做當多嘅隨到環境啊，無相關嘅文化背景嘅是要改越好嘅方式。同大家來分享，當然還有講像EV 嘅故事，因家東小福列到，今年俺同台灣歷史博物館對6月都開始咧，有3場嘅演講，有2場嘅行托，最每一場都抽出來是11月15號還是俺去家東來啊，實際行一轉相關嘅故事，有個寫家東局嘅嗰作者，佢係歷史那個東河嘅先生，
佢來同咱共同來分享相關嘅故事。啊，去年嘛有做招標咩？招標嘅想法其實係講客家莊，你是從用去腳踏茶啦、粗茶啦、行料攏是的，有時用腳用行係咪是的？哦，慢慢行，天天行，用走嘛是的。今年行係有60公里啊，俺想要走到快要到太武山嘅勝利之門嘅位。不過做呢個事情嘅想法就係講，大家係咪走順路都了會招標咧？前一日都是來俺園去錄像啊，講採體看那位客家莊而去協議啊。啊，天意嚟講招標說咧，唔好按腳，大家離開。享受一下綠地，按無時嘅當涼爽嘅天氣。去年40組，今年60組咧。吼，師傅園130組，列招標有60組咧。佢說我想法就係咁講，大家共下來食客家嘅料理，同客家莊，列到係師傅園一個東河嘅精神。啊，像原本嘅儀式啦，像唱北江啊，列到俺哋還係當年攏安尼來唱到北江，來到園區同大家保佑啦，共同分享。佢說呢種標題本呢，仲下有相關嘅故事。啊，當然像師傅園，我怎啊講啊？因前頭採體嘅有對嘅阿海師列紀念，我感覺佢一定嘛係當用心，因為當到參與嘅人攏感覺講。當好些，啊有當有氣氛，啊嘛唱到因自家客家嘅表演團體來到現場同大家分享嘅。去年嘅時，美好科技大學，佢嘛女僕係學教嘅。佢講人有師傅園，啊俺有一個共同合作嘅係因採體學嘅師班啊，佢都一組送一枚過來，啊俺嘅時講，我送到嘅品質好哦，啊佢還要附上。產地履歷，啱啱安尼講好。啊，今年呢，同事又去請，講有一出係講，雞肉、蒜苗、雞絲、壽司啊，啊，不過佢用火雞肉，講係一個中華民國火雞肉合會嘛，咁啊講，你嘛當有意思，啊，佢都共同來合作。啊，當然師傅園還係有人嘅故事。像今年2月嘅時，日本台灣民族博物館從年攏要來綠地地去做田野，佢就講實在冇按拄好參加過年嘅師傅園，看個樣片按下年吼，佢2月就問講，到底係哪日？做下你下眼都安排好來。11月最尾嘅一個禮拜六，當年攏會師傅園。哦，啊，佢說今年到11月29，日本台灣民族博物館該會到2月都開始同咱聽兩組。哦，當然你下要來咧，咱同歡喜。這種歡喜唔係講搶人食東西嘅歡喜，是得有各地嘅朋友用因客家莊嘅相關嘅算一個交流嘅法通，佢有感受到講人同人之間啊呢種心情，佢來參與一下，佢可能對佢自家。研究也好啦，係講去觀光旅遊嘛，是的，看到不同嘅樣態，佢都上來，你係俺當歡喜嘅事情啦，吼。啊，你今年俺希望用安尼嘅方式，5個禮拜攏有採體性，啊，當然唔單搶人食因客家莊嘅美食咩，吼，招標了到，啊，像招標嘅時，俺嘛希望講，當然攏有上啊，你係去年嘅，吼。大家看到講走出去開始，嗰種心情同歡喜，其實佢係同應該前隊啦、後隊啦、中隊啦，亦都今年係要走到先鋒隊慢慢去嘅嘛，吼。啊，當然呢條事情，我希望講，當然攏是得有不同嘅好朋友來參與。啊，像行托嘛係，我怎講啊？今年係要排一張係2日，吼，6隊，吼。頭屆後隊、中隊、先鋒隊、前隊呢，相關嘅景點來做留了啊！啊，有隊較遠，啊有隊同山那了到，內外嘛有排一場，啊組隊佢嘛有排，安尼因綠隊體系嘅相關嘅行托法通呢，俺要抽到係採體嘅公所啊，係講社區
相關嘅發展協會來共同來做。安尼去在地嘅人來接待見，來同見分享自家在地人嘅故事，會越好。我希望秋樹嘅精神就係講，在地人熱忱嘅歡迎大家來客家莊。啊，來嘅人有感受到講，一年要去看自家嘅老朋友，自家看伊個熟悉嘅莊頭。這種心情，我希望做到安尼。因為頭我哋主任嚟分享吼，我都發現講，其實10年來吼，唔單止講像我哋一開始講嘅，萬福喺我哋6隊客家莊，伊哋佢貼配咧伊哋發通啊。嗰時其實大部分都講，這家莊頭有事情，冇都講我哋莊頭適合哋下禮拜去適配咧莊頭。但是10年來我發現到講，其實6隊客家文化演戲唔單止把食福嘅事情變成了一種文化嘅一種展現。同時嘛，家風嘅發通以後，頭先我都想講，一開始節目開始嘅時候，主演講到會講，10年份嘅時間，他下人把你哋留下來，他下人一輪我都想講，係啊吼，10年的係唔係對我哋來講嘅話，冇得講對6隊客家文化演戲嘅話，係咪可以都持着天的6隊文化嘢的？真是都變成講，唔可能，家中我哋更加有按你的想法嘅時間，10年後。就像我哋嘅食福嘢好冇，都有講到，其實更加講我哋每個莊頭，即個攀萬福，冇按當然嚟攀。但是我頭看到嘅相片，冇唔錯亂當然啦，又有看戲，又有出獎，然後又是我哋6隊當天嗰有名嘅佛山，好以前係石板，又擺喺福建嘅，用鹽酸時冇唔錯啦，鹽酸，但是福建嘅話，我哋後來睇緊冇睇是裡面一天圓啊，天圓，但是後來佢鹽酸時變成素食來講，要錯過，你感覺到佢有革命哦。像當到事情就像做下主持人講嘅，按到倆其實看起來同仁啦、志工啦、向區公所攏係有共同嘅想法嘅。今日大家較辛苦一些，不過像今年觀光亮點，俺嘛係入到最尾嘅前30名而做決選嘅時。當年來到俺園區，本來以前嘛冇接觸咁多，開始嘛要像主持人安尼講啊講，俺對文化嘅轉移還有相關嘅結合做得當認真啦。按你嘛講，當上係想啊同6隊相關嘅事情，同大家來分享。其實有樣係呢，因為俺嘅任務都係做客家族群、做文化啊、做6隊客家莊嘅推廣，啊，我希望。你下今年啊，要得到獎吼，我希望，我嘛要同觀光署講啦，係唔係？下一擺我有機會，讓有國外嘅人客我來到台灣嘅時，是得我也會動用心來做接待嘅素材，我嘛一定會本意感覺講，在地性、文化性，還有人群嘅熱情，會做得出來。可是看到呀，他人的11年已經安排好冇，唔是想啦，馬上都錄到來。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賣嗰度，好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客家 VNP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金良何主任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今年呢我哋6隊秋樹節，伊也為啲發通啦，同時有食福嘢。我哋地講其實我哋唔單止講我哋有發通嘛，還有我哋食福嘢，但是我哋地講伊幾多嘅展啦，還有我哋嘅大師兄啊，嗰種每個生意人都講我來看大師兄，我來看大師兄。我哋先來講大師兄今年有乜嘅特別的一個表演，好嗎？大師兄係咪講起來嘛係10年嘅啦，所以當到事情哦。大師兄係做下講係當到事情用客家音樂、客家嘅故事來分享。不過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哦，雖然咧參與相關活動嘅嗰種人講嘅赤子之心看起來會懂本人感覺感動啊！其實當多年佢還係有一顆赤子之心。我哋下做嘅活動係用較細型嘅劇場嘅方式來希望大家參與客家語言、客家音樂，還有客家故事。我哋志工朋友都認真。你今年還有一個共同合作就講，我們抽到講
比俺很有名的人哈，像見個嘛個悠悠台個先生哦，佢實在厲害，今年俺看到佢來參與俺個活動，佢聲音啊，突然腔下學客家話，佢聲哦，我感覺實在學到天頂去嘅哈，哦，樂隊改講樂隊，嘛個話本身講起來攏好，俺希望俺個志工朋友嘛有安尼個熱情。有的是兩下個社會是在同配上結合的時，那麼用安尼個方式。聽一個事情都係講，做下主持人有講展覽，當然俺這幾年同到展覽同在地性紀錄展啊，還有同東河個博物館共同來合作，嘛有得獎，行喺同樂隊個故事，慢慢來同大家分享一道。像俺一擺半年讓為辦一擺個。相關嘅重設站，我眼係用局部嘅去加強，像禮拜都從10月正開始辦嚟，用客家嘅八音，像米農啦、竹頭杯了掉啦、太火房了掉，其實呢幾個月眼攏有唱到八音團，頭個高潮小城嘅時，眼係唱到米農國中嘅福安國小嘅小朋友，佢嘛有參與。嗰種來自家搭八音嘅時，看到有後生人參與，我嘛感覺當歡喜。第二個展覽咧，我有用八音編入去，咧下頭還有做推廣嘅，還有客家嘅樂隊嘅音樂，像林生祥啦、志文先生啦，咧到相關嘅人嘅故事，還有個交響作詞嘅作曲嘅文龍信先生，一個首歌咧到農業入來文學。當然，鍾立佛啦、桂海先生咧到中下游，俺還有一隻樂隊運動會，呢幾年俺做當道嘅運動會嘅田野嘅調查啦、相關人嘅記錄，俺嘛編出來俾大家看。當然俺嘛用採體性嘅像戰炮上啦、繳稅啦，還有相關嘅客家播放嘅方式，用用3D 彩繪嘅方式嘛，希望大家講。來到要行了的是翕張相，下一擺了到相片，幾10年以後可能大家來講，回到樂隊故事的時，大家是來拿出來。其實像那種相片底部有把個繳稅的個啊，那個嘛前一段時間有個故事，佢送來異地保種，變到人家會來培養，有前一擺有300條，有轉去繳稅的稅文。要同繳稅要留新嘅300條過來，因為咁按嚟講哦，基因哦，還有相關嘅物種多元性確保，咱感覺咧同下嘅學習，對繳稅跟先鋒隊嘅好朋友來講，俺當尊敬，俺嘛希望咁嘅事情大家是在看到，當然去到樂隊平台看俺嘅展覽嘅時，呢個故事分享以後，俺希望佢去樂隊客家莊。希望講相關嘅展覽，還有相關嘅客家莊嘅故事，隨時攏是得同大家來報告、來分享。希望大家會感受到講，呢條人頭樂隊客家莊，幾百年落來，總下係當失望、當認真、當熱情嚟。雖然講今日節目吼，我哋來同大家認識嘅講樂隊，我哋咧唱書機嘛吼，但其實頭主要呢，一直把時間綁到10年來的時間，我哋只是都開始講，想到講，其實10年來其實對樂隊本身來講啊，把我哋幾多文化啦，幾多嘅以前我哋常常會看到嘅東西，更加都一直冇看到嘅。即當然係同我哋因為時代進步嘛，嚇，嗰度有啲事情，都慢慢地都消失喺度，冇咗文化配得人氣勢喺度。但是好多談到注意，唔單止講喺展覽方面，記錄按到樂隊個創業會的運動會，同時嘛把我哋嘅音樂、把我哋文化，用展覽嘅方式留下來，同時嘛希望講他個人來都也變成一啲他個人來看樂隊嘅一啲窗口，因為來都有引起以後唔可以認識樂隊客家文化，同時可以去在配啲地方一行了。但係對我哋睇樂隊睇人來講嘅話，我真係好感覺到講，會唔會遇到時時會發現到講，我哋其他樂隊客家文化人去看，可能得個多，可能個深，真是嘛，可能個全面嘅。咁
未來10年咯，你對客家文化園區有乜嘅期望？那實在吼，想起來，俺嘛當有福氣啦吼，想下嚟節目福氣來咧，我來了10年，我就感受到樂隊所有嘅客家故事啲背樂隊，可能都有特色，啊嘛有當豐富嘅底蘊，所以俺不單淨係用生態博物館，用觀光亮點，用相關嘅文化性，俺同台灣歷史博物館啊，還有相關嘅大嘅博物館做相關結合時，我有感受到講，以前人講到客家文化活動客氣講，我咩客家人，人嘅議題我排斥講，你下唔係哦，你下當到人會感覺講，呢個議題嘛係台灣當重要嘅議題。因是得用客家文化、客家語言、客家嘅總條嘅故事，想做傳世了掉嘅事，是得結合來做不同嘅對話了掉。我嘛希望講未來10年一定會在地嘅鄉親，還有新嘅參與樂隊嘅事務嘅人，像俺要做一擺嘅新住民。來到台灣嘅故事，我有感受到講，當到新住民一來嘅時，客家中嘛有當到溫暖嘅故事，還有新嘅生命嘅力量啦，還有現象產生。我嘛希望用安尼嘅方式，用博物館研究載體、展示載體、推廣載體，還有做越多嘅分享，用博物館一個。親好嘅功能就是得大家來對話，大家來共同來做事情。這是俺生態博物館講嘅話係共作共辦，為到生態博物館共同用樂隊客家莊共同來講故事。當然希望未來10年，到台灣講到客家莊樂隊為世界親好嘅名片，嘛是得推到國際去，大家會知道台灣。啲到台灣地方，南台灣安好嘅所在，要援樂隊客家莊。因為其實我感覺到講，從頭到尾講嘅話，唔單止講喺啲共用嘅啲環境啊，從之前係有啲幾層嘅影響嘅啲展覽都講，因為其實我哋當初我哋樂隊嘅先民來到我哋屏東平原也快西方嘅時間，一定同我哋咧平埔族嘛好，我哋原住民嘛好，其實有幾多嘅一啲交融嘅一啲事情。可是其實當初我看到有一啲展覽嘅時間，我哋用衫褲，用衫褲，從頭到尾我哋咧主要講走白嗰種，但是一慢慢我哋黑化啊，又喺我哋加平埔族嘅話來講，我又係即係比如跑步，或者漢人唔好講走白，或者走標，這個是陸家用到我哋平埔族嘅一啲方式。嗰時其實你看我哋雖然講對中國來，但是來到一片，你看已經300年了，300年以後，唔單是同一塊土地產生了新的一啲文化，同時嘛同我哋咧以前咧平埔族啦、原住民啦，而家嘅新住民嘛，或展現出一啲新的文化特色。嗰時看到幾擺用衫褲一件事情，衫褲用係互相嘅影響，和對衫褲留下來嘅事情，可以看得出來講，其實對個客家文化人其體文化嘅一部分，其實保留嘅幾多，同時嘛推展嘅幾多。都感謝主持人俾我個機會啦。當到事情建造嘛，希望大家看到，看到嘅是大家會同樣指導，嘛同樣支持。樂隊園區想法就當簡單，大家來共同來做，同樣支持，同樣加油，同樣指導。咁問題係有啲問題講，而家譬如講我哋咧樂隊嘅籌數字來講嘅話，從以前來講，你看啊，1500個、1500個咧，佢平常時呢一下我接觸到按東西吃飯，我樣可以準備啊。但係心情來講，我動用心啊！你啊，竟然咱嘅路走表嘅後邊有3個字，3萬標。當然心情都係講，還係會緊張啦，嗬，因為我要希望大家入來享受到客家美食、樂隊美食，又有親好嘅嗰種體力環境，本人感覺來了會當舒爽。還係當做事情，我當用心，當希望大家嘛要包容啦，嗬，啱啱啲太陽包容，按當然落來是嚟做10年來一天當做事情，冇按糾纏嘅事，大家攏會包容。我感覺呢件事情係一種鼓勵，尤其對俺公部門來講，俺嘅同仁當然都係大家都做嘅事。起碼係聽我講過，大家攏講應當好呢。其實我唔知
今日心情用順，我係有感受到，希望大家來到我哋會感受到，我一直都用心，一直想進步。客家田係台灣最適合出去行料的人咧，可是記得到11月的6月我哋咧6隊，伊哋基地本客家人來留料。今日關心我哋注意，來現場分享安這件事情。多謝主持人歡迎所有嘅好朋友，你下高手還有東道法通，有相關嘅師傅演了到，大家有把握無？有參與嘅人按時間來今日冇報到咁樣嘅人，歡迎來看看大家，用純嘅心情，用純嘅歡喜來做我親好嘅朋友。休息下我聽先生來電話圓通哦。我跟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